如果你買樓唔睇價錢，淨係睇地段咧，嗱，今日呢套樓咧就值得你參考啦。有靚靚嘅城景、靚靚嘅山景之餘咧，仲有靚靚嘅書包仔。嚟去片，4房3廁，2間都係套房，3個廁所，咁樣嘅戶型加埋喺咁樣嘅地段。20年都唔使換樓啦，關鍵係落到樓下咧就係靚靚嘅書包仔。嗱，樓下咧仲有呢個18號線南延段嘅2個地鐵站，叫做旗杆新城地鐵站同埋石岐站，2個咧都係距離呢度200-300米。嗱，單價14,500蚊咁樣嘅景觀值唔值咧？嗱，隔離嗰啲4代住宅靚真係好靚嘅，但係貴咧都貴啲㗎啦。作為有實力兼且精明嘅你咧，同樣嘅地段之下咧，揀性價比高嘅，何樂而不為咧？嗱，呢啲咁嘅樓咧，我就覺得比較啱嗰啲對教育咧就有少少追求，或者係嗰啲對舊城區咧有一定嘅感情啊，唔想話離得太開呢啲舊城區嘅人士啦。關鍵佢呢度咧一步到位，3個廁所，2間都係套房嚟嘅，咁啊一步到位咧，10幾20年都唔使去換樓㗎。嗱，呢度望出嘅採光咧，同埋呢個書包仔啊，個景觀都非常之開揚嘅。咁呢度嘅價錢咧就14,500蚊1平方米。嗱，喺旗杆新城咁樣嘅價錢，你覺得有冇性價比咧？評論區傾下你嘅諗法。